连接 YouTube 频道，点按网址，点按这个首页提供的网址。进入首页的话，如果是电脑桌面版、桌上型电脑的，首页右上角这边有这个图片的右下沿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像有6个超连结。超连结按下去可以连接到其他相关的频道。这个手机版的怎么看不到呢？还要按登入哦。都可以用了，都点按都可以播放了。短片当然就是1分钟以内的，很多影片，按下去还有很多。